为什么这样还10块？各位观众可以告诉我吗？你看看，它有腥味。有一个味道好臭。哇哦！你们太大声。西厨干上市场，卖菜各样上工帮，落做下做料理，可谓样板味都重。今晡日4人下来做厨，我去请竹笋来做好食嘅料理。今天我的秘密武器，计算机。噔噔。然后带计算机。不要录给我们老师看吧。我们老师知道我们数学很差。去买菜的回忆。我最恨的就是200测试。为什么？蛤蜊可以归到300。还有最恨的是苹果出好呀。哎，竹笋知多少？竹笋有60多种哦。然后竹笋是在土里长出来的。那个是梦中什么的东东？还有梦中竹笋寄所产之笋。这个反正很多笋，这次不知道要买什么笋，但是千万要记住不要买贵的。今晡日嘅西厨干係大擺出門買東西，都是有錢那嘅萬意留名義。今晡日係記到頭一擺，自家到傳統市場，無所愛煩惱嘅，當中唔單槍係錢拉唔拉嘅問題哦。我看一下今天多少錢。1、2、3，哎，在这里4、5、6，660，660，660，660多少啊？哦，你真的数学很烂66711，哪是你会不会算错啊？不是600，要66。谁敢66？那里有一个50哎。 5、10、60、65、66啦！你会不会算数学啊66。爭順前聽聽，兩三人都有自家嘅意見同想法，看起來等下去市場，兩三人行為卡有好炒哦。不過行卡重要嘅係，今晡日選來愛買乜嘅菜呢？佢今晡日那我一組，又係那2位西廚干，我來好看啊，用板買菜撈料理呢？大家好，我叫刘佳。你没有兴趣吗？我有兴趣。什么兴趣？我的兴趣啊，游泳吧。专长专长，画画。什么？对啊，我很喜欢画画。好啊，等下给我看。好。套用佛貴少2年生嘅劉家安，喺頭一擺來參加節目，平常時愛有戶外發通，佢就會報名參加，像係錄影同台拳套，都係佢同好嘅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明瑜，我的興趣是畫圖，專長是講客語。同家安強做嘅西廚干係強學校嘅劉明儀，因為啊都同好參加學校安排嘅課外發通，就變成咗好朋友。兩三人都係第一擺來節目主持，唔知有準備乜嘅功課會同大家分享呢？哎，对了，給我不小心把蘆筍畫進去了，它不是竹筍。竹笋当然不是竹笋，因為那是筍類的研究啊，然後就寫進去了。是要做竹筍黃金卷，這是料理，然後被我加了一堆奇怪的旁白。竹筍炒肉絲是肉被竹筍炒了，所以他覺得很煩。竹筍排骨湯是竹筍它排擠骨頭跟湯，所以他們哭哭了。明儀嘅想象力很豐富哦，唔過啊，遇到今晡日嘅任務，應該係會比畫圖較難掉嘅哦。明儀同家安，今晡日愛到真正竹筍嘅產地去學，用嚟做竹筍。它長在竹子的底下，它是小的竹子，我也挖不到，我可能連竹筍都找不到，我只能回去砍竹子。兩組西廚干也下強下嚟，也擺主要愛買嘅食材，係一天太粗嘅竹筍。唔過啊，無強用嘅竹筍，採收嘅時節都無強用，像係5月節過後，就係溜竹筍嘅時期。故說啊，今晡日就係用溜竹筍來做料理。唔過睇嘅烘嘅竹筍看起來都差唔多，西廚干會拖差無啊？
知道。快点挑。你问老板要怎么挑啊？竹笋要怎么？栗竹笋要挑这样子，短短胖胖的，这个肉比较多。好，你看一下。你没有看到你？我在等你。对，像那个胖胖的，这2只242。No。问他可不可以买1送1？都可以买1送1哦。买1送1哦，不行，买1送1，那你就挑小一点的。其實啊，唔係也買較貴哦，因為竹筍太細條無共用，我有無共用嘅家私，愛做幾多嘅就買幾多嘅，買太多又唔貼，咪係當大送嘅。这2只啊，称一下。好，这2只79块。你可以挑这边，你又不用挑这边，你挑那边的。可是这种这边太小了。来，老板娘看看来要煮汤做凉拌，这2只46块。好啊。算了，不要好了。啦，不要挑好不好？不然你挑啊。79的啦，好不好？哪2只啊？79。張希亞都私從，萬一老名義就買到嚟竹筍，行家太細咪嘟嘟好，去厝睇竹筍，而也條含有哪條嘅食材愛摻呢？到底在找什麼啊？猪肉絲的。他家这边没有，谢谢。我想说这边会有吗？这边是鸡肉，没有猪肉。有没有猪肉丝？竹笋炒肉丝要挑哪一种？挑哪一种？这种比较软，这个中里脊比较软。我们看新不新鲜？新鲜，颜色亮亮的啊，颜色亮亮的，有弹性，颜色亮亮的有弹性啊，要吃干嘛？为啥？好像在玩哦。收起来后。好，150公克了。谢谢，谢谢2位。你要穿了。你在这边有辣椒吗？有啊。20块，那就1包喽。1包。你要会辣的还是要不辣的？辣椒就是会辣的，辣椒就是会辣的。干嘛？辣椒不就是会辣的吗？你不要再来。当然不敢吃辣。你要不要换不辣的？换一下，来，辣椒给我。你确定你要换？竹笋炒肉丝不是要辣的吗？那回去吧。有病呢！那好了，竹笋炒肉丝还吃不辣的。就你啊。就是辣，所以我才不敢吃，好吗？不敢吃那种就吃不辣。请问酸菜在哪里？酸菜在菜摊就有在卖了。菜摊，我那边好，谢谢。这个在菜摊。人家说酸菜的姐姐，觉得这边有酸菜吗？没有，我们有那个胡菜，这胡菜可以煮汤，可以煮五花肉、煮白骨汤，这个不骗你，哎。谢谢。这边有酸菜吗？这个吗？哈嘎酸菜。哈嘎酸菜，挑哪一种的比较好？哦，那个比较香。来啦，戒掉。看一下啊，可以帮我称吗？这个是大的吗？因为谁呢？那这样多少钱10。10块钱。真的吗？对呀，8块呢。 8块，10块，10块。可以多好些啦。没关系的，这把给你哈，现在等包了哈，随便了。小朋友嘛哈。谢谢。还有啦，几岁啦？几岁啦？这样还10块？为什么这样还10块？我們手上買。各位觀眾可以告訴我嗎？萬一老名義，頭一擺買到咁便宜嘅食材，可以用啥去嚇一下咧？咩以為咁樣啊？佢也要同廠行討論愛做乜嘅哦。都給他50。
老板，你东西付好了吧？没关系，给我。不是啊，你刚才不是给我了吗？有了10块钱，不要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快点拿下，快点拿10块钱。太便宜啦！因为我没有听过酸菜有1开头的。价钱很不满意，应该要再贵一点。很辛苦啊。有样哦，做生意是动辛苦嘅，我送你亚掉下摆买菜，我记得亚点哦。万一老名义食材都会买齐嘞，跟咱我做些厨干要到那边哦。叔叔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找的是竹笋。你要找这个竹笋是什么笋子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不知不知道，这个叫做绿竹笋。有没有看到绿竹笋在哪里？没有。那风叔叔，这个竹笋到底要怎么找？我都找不太到。你看到它上面好像有一点裂痕，有没有？它笋子就一定马上都跑出来。哎，我看到了。我在检查。这个好恶心，这是什么？对啊，这个就是有啊。有一个味道好臭。哎，我看到了，这个。农夫叔叔，这个要弄到多深才可以挖起来？这根竹笋哈，它的根部应该是靠近这个竹子哦，所以它会弯过去。不好挖，对不对？好重，很难挖哎。大二大早，港中人都爱冲暗用，辛辛苦苦去抽竹笋。你丢两啥唔好够前天嘞，都还蛮看到竹笋呢。这里有没有很胖的地方？有。最胖的地方把它挖下去，啊，挖。好，再压一下，这样的。漂不漂亮？好白哦。好白哈，可以再出点力就好了。开了。哇，总算寻到嘞！不过啊，你抽竹笋家下会发现到卡细嘅竹笋，也是只啊，我老奶会多转去，何必去小太？硬摆啊，掌握有好色嘅竹笋哦。你看到这个竹笋有没有？尾端你看到的现在是白白的，有一点带一点灰色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市面上你看到那个竹笋有粒粒的，这尾端有粒粒的，我们就尽量不要，可能会有一点苦啦。要不要剥来试试看？好，稍微把它剥一下就开了。吃起来一层一层的感觉。它中间是苦的。这个小的你再试试看。好甜啊！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吗？这个有没有比较好吃？这个还像苹果。炒起来嘅竹笋，其行会继续生。古说啊，前后系冬年爱食蒸起买，系讲变多天热热，食起来就会苦苦嘅，按用就冇好食咧。笋呢，总系炒好咧，跟咱我做些厨干，也下我去哪嘢喏？我们等一下要去做葱酥，放洋葱下去煮，炸成酥，叫做油葱酥。客家料理有咸、香、皮，也三方特色。古说啊，油葱酥就系变成客家菜杜烘，听说话有其中一类嘅调味料。不过啊，油葱酥唔系用葱条做嘅哦，听到两啥，木做爱把镜来看真啊哦。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鸡油啊，那你们首先就要挑鸡油，要戴个手套哦。好，油葱酥为什么要用鸡油？因为鸡油很香，它又不像猪油会凝固。猪油如果譬如讲我们冷藏以后它是硬邦邦的，这个把它挑出来，哦，这个就干干净净的，哦，那我们就把它放下去。这个就是。对呀、对呀、好难用啊。拔下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旁边的一些那个息肉啊什么的啊，没用的啊，你就把它。哦，这个好恶心，这是什么？对啊，这个就是油啊，这是好的油啊，只是它比较小块而已啊，它是油啊。你看看，它有腥味哦。有一个味道好臭。是有一个那个鸡的那个腥味很重，对不对？真经系太强世怪呢，
披起来怪怪的味是鸡油本身的味道啦。一般的油葱酥都是用猪油来做的，不过啊，因为猪油较会牵动，故所用妈妈留其改良一下，换做用鸡油来泡油葱酥。这个，你们把这干掉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去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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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须味哦，须。大力。好累哦。哇，老鸡油洗枪爱很多工哦，大铺都做唔得难事嘅。用水洗枪过后，还爱加柠檬，然后切到幼幼嘅姜麻向下洗，也是用妈妈嘅鸡咯。你闻看看，还有那个味道吗？香，有柠檬的味道。对啊，那个是不是腥味没有？那个有的那个腥味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们水洗干净以后，它也没有那个腥味的，是不是？生下来，油葱酥嘅主角凤葱条爱双重嘞。凤葱条生来同蒜条有得抢，有嚟记啊，煮菜就加冻香哦。佢切到幼幼泡过，凤葱条就会很卡香哦。什么粉？这是地瓜粉。地瓜要怎么抓来正确？抓里面的粉，把它抓出来。加不加粉有差吗？哦，差很多哦，因为你加粉的话，它就会酥会脆。那你不加粉，它酥，可是它不会脆。加番薯粉是用妈妈酱油嘅鸡咯，材料都准备好些嘞。生下来就留洗厨干辛苦拖嘅鸡油，天天嘅煎，笨蛋放低油，就会煎出擦擦嘅油。沙丁就留切好嘅凤葱条放落去就好咯。记住哦，等下我一上锅倒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要记住哦，那个筷子赶快帮我翻哦。有香味。赶快翻哦，赶快翻哦！怎么翻？要往里面这样，它翻了它热度哈就会了，要不然它会一直黄掉。可以吃一口吗？这样就可以吃了。好脆哦！腌泡嘅油葱酥，唔是讲咩係一定好食，韓國啊，伊也條是唔好千古食咯。家家去買清明一號食材，買齊嚟就開始來煮。平本兒嘅洗廚乾，我用竹筍來料理，唔知佢哋會用慢做呢？待會要煮水，那你就是去殼。好，開始。來搞你，抓緊哦，哦，這裡定住。很簡單，對不對？哦，很棒哎，比你用剝的來得快，對不對？邱師傅教嘅討好方式，老明兒同家安上嚟呢度講哦。生下來愛留切好嘅竹筍通過，建議也條最條拿通嘅食材啊，就處理好些咧。这哪样啊？哪樣？你是健忘症哦，也哪忘了？哦，好了，不用刀子好了，不用刀子好了，你現在就可以剝了，來。你剝得很醜，真的很醜。哎，没啦，这太夸張了，你看你自己看。这两个差好多。我现在还发现还有这一块，这是什么？汉堡肉。明兒也做嘅竹筍，咩愛切好絲，個通熟，按用做得保留竹筍嘅甜味，咩卡夾煮。咱愛做洗廚乾，愛切嘅食材較多，唔過處理嘅方式都會共用嘅。所有搶出嘅配料切到差唔多太細，沙丁啊，將個留佢分開來通熟就好了哦。你掌廚對不對？他切菜，所以說呢，這個更神聖的任務要交付於你。他暈開，唔是哎，做得了。加過了啦。走，暈開，還有一個洞，還補一個洞。哎，不錯，好來，準備要翻嘍。哇，厲害哦！你看看。哇，冇想到家安第一擺煎軟皮就按成功，
不过啊，真有一块卵皮很唔辣哦，而也条够煎大条的啦。另一条还有青米红食材要处理，就是留咸菜切到幼来，整个用冷滚水洗过，就唔会暗咸。按样啊，就对你开始萝卜咯。辣嘞！那你知道要准备什么吗？哦，那都怕去了配合。用沙条条的带纸条来煮菜嘅洗厨干呐，野煮菜几件当简单的呢，所以看猪肉丝嘅色转拍咧，就做得落蒜条、葱的、辣椒的，要赶紧去向下炒炒下咧。沙丁、老竹笋、咸菜膘落去，拉匀来，就做得调味咯。哦，你们太大声。挑油。好烫哦。什么好烫？主厨还会怕烫哦。加多少？俺迪要问主厨。加多少啊？1小时。1小时那么小，那很咸呢。会不会这样子？你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。主厨，你控制他一下好不好？少一点啊，还真少啊。你觉得这样就够了？来，你切宽宽的。哦，我吃。还是要有人吃啊。哎，刚才不是一直加了吗？已经很辣了哎。啊，你不是说要再加？啊，你不是说已经够了？说得其实嘛。好辣。懂单了。好辣。已经是overcooked。喂。啊没有哎，我挑一个最小的来。不要。有咸吗？有没有咸？有没有很咸？没有很咸。好 ，OK。那个水给我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个是随便的面粉，我们待会要糊口。好，谢谢。好在是你们，如果他们双鱼啊不得了，他就会帮我加满。他们有点夸张。记得面粉糕要看牛条的哦，等下要盐加下，怎样的黑？沙丁是要将烫好的青菜做青变到软皮段，整个挺挺的卷起来，青米留佢切到一块一块的，淋头马豆酱调味，做顺黄金卷就好食咧。很好吃吗？酸人糊。怎么样？好辣。知道辣了吧？麻椒有辣。会辣，吃很多的时候才会。吃很多的时候才会辣，你们吃太多了。丽丽，你为什么要吃别人？好喝。你放屁，我们再吃啊！哎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绞肉。绞肉怎么了吗？虾子。虾子要跟主子一起。没有啊，虾子是我们要拿来炸南瓜。哦不，不能放虾子了，那虾子要放回去了。啊。